刘委会长指出，咱驻澳门办事处的外交人员10档的派遣机构回来台湾，不过因为澳门政府要求接任的人得要签一种承诺书才会当摕到签证，咱是无可能会答应。所以目前咱的办事处剩2个陆委会人员，陆委会嘛呼吁澳门政府得赶紧来排除无必要障碍。那我方要正告澳门政府尽速摒除不必要的障碍，友善处理澳处人员的派驻问题。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向澳门政府发挥，讲外交部派驻伫澳门办事处的人员，伫最近结束10年的派任返来台湾，因故因为咱方无法度接受澳门方面要求去接的人员爱签一种承诺书，才能摕到签证，造成目前驻澳门代表处只敢剩2位陆委会的人员。倘若仍坚持损人不利己的作为，那我方也会做最坏的打算，到时候一定会冲击到台澳的民间交流，还有澳门的国际形象。那所衍生的负面效应呢，就是澳方需支付完全责任。陆委会指出，澳门办事处协助个人办理护照、入出国证明书、加签证文件等业务，目前只敢会当用网络预约加远端监控的方式处理，真不方便。我们政府不同意贴这个1中的相关的规定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放弃在澳门的就驻点？我觉得这个应该由外交部来做一个统一的协调规定。中国方面能够再次思考一下，两岸关系不是恶意的堆叠，它必须有一个对话的管道跟一个驻外的一个空间来去做一些协调，所以还是在这呼吁撤销类似这样子的承诺书。中央立委也呼吁澳门当局唔当片面设申请签证的政治条件，希望两方会当保留对话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